Hello 啊，大家好，我係華仔。今日咧又係同大家分享一啲手錶嘅有用知識，同埋介紹一啲呢啲手錶。相信咧已經有好多朋友已經在我呢度訂購咗手錶。如果有買咗我嘅手錶嘅話咧，大家可以在評論區嗰度評價一下真實嘅使用體驗。有咧好多人攞上手之後咧，最多嘅問題咧就係點去連接綁定，同埋咧佢做咩有時候會斷連嘅呢個問題，同大家講一下，解釋一下，OK？我手上呢個咧係 HK06 Hero 嘅，嗱佢呢個係46嘅錶面啊，非常大，有咧呢個厚度啱啱好噶。可樂錶面款式非常靚，呢個係新款嚟嘅。呢個佢出嘅咧係2025年12月份出嘅，即係咧出到仲未夠一個月啦。佢呢個錶非常新，2025年最後一個新款嘅，大家可以睇下佢裏頭嘅功能。但係我會教大家點去連接，你攞到新手錶之後點去連接。OK，有呢一款咧，主要咧佢就係一個 AMOLED 嘅顯示屏，佢嘅顏色同埋佢嘅幀率都非常高嘅。如果大家單從呢個外表嚟睇咧，係非常靚嘅呢塊手錶，全金屬呢度，全金屬嘅外殼。如果你中意方形嘅咧，你又可以睇下呢款喬邦主 HK11 Ultra 3，一樣都係最新款嘅。佢係一個49mm 嘅錶面，兩個大細大家可以對比下。呢個都係 AMOLED 嘅顯示屏。目前嚟講咧，華強北做方形手錶做得比較好嘅就係呢一款 Ultra 嘅。喬邦主咧佢仲有做呢啲 S11嘅款啊，超薄。不過咧呢款佢雖然咧屏幕啊各方面都非常好，但係咧佢有啲少少嘅瑕疵咯，即係佢呢啲位置啊，佢用唔到原裝嘅嗰個殼咯，即係原裝嘅殼咧就套唔入去嘅。不過咧錶底係通用嘅，就係個殼套唔入去。就係呢一點咧，佢有啲分別。似環球北咧，仲有呢啲圓嘅，呢啲係幾多個星星啊，深顆星星嗰啲款啊，深粒星星嘅款啊。不過咧呢啲我就唔建議大家去買啦，因為呢啲款咧比較小眾啲。如果大家貪佢嘅款嘅話咧，可以去考慮一下嘅。但係咧，如果功能性嘅話咧，從屏幕嘅流暢度嚟講咧，呢一款咧就唔係特別嘅推介咯。即係佢呢個外殼咧都係全金屬嘅，但係咧佢裏頭嘅熒幕咧做得就冇咁好，因為呢個係比較小眾啲嘅錶，即係市面上咧需求比較少啲，所以咧佢用嘅料咧都冇咁好嘅。似呢啲熱門款啊，呢啲水果噶、有為噶呢啲款啊，比較多人追求，佢用嘅心機咧都比較多啲嘅，大概就係咁嘅意思。OK，第一點，我哋攞到手錶之後咧，打開呢個設定，有揾到有一個連接手機，通用呢度連接手機嗱，呢個係咪有個碼俾你掃？第二步咧，我哋攞自己嘅手機，去應用商店嗰度搜索 WE 啊，呢個 Wear Fit Pro。然後咧，我哋正常嘅話安裝打開啊，呢個安裝打開佢，該授權嘅咧你都授權佢，即係咧佢叫你授權啊呢啲，你都授權就 OK 噶啦。掃一掃，掃描一下，綁定，佩戴，玩海啊，
該允許嘅都係允許，該授權嘅都授權。OK，佢做咩會斷連咧？你係咪有時候咧，你連接幾個鐘之後咧，佢呢度又顯示正在連接，係因為咧，如果你關咗你個後台嘅話咧，佢就會斷連噶啦。即係你咁點係關咗後台咧？咁樣刪咗佢就係關咗後台噶啦。由我哋重新打開。嗱，而家佢又顯示連接中，係咪？即係平時我哋用完呢個 Apps 之後咧，連接綁定咗之後咧，我哋可以唔去做呢個動作，唔去拉佢，即係唔去劃咗佢。你可以保留喺呢度，俾佢繼續運行呢個 Apps，咁咧佢先會繼續連接你嘅手錶。不過咧，有時候咧，你斷連咗之後咧都冇所謂嘅，你重新打開呢個 Apps。撳連接一下都 OK 嘅啦。如果你一直咁樣保持嘅話咧，咁樣即係你唔去咁樣劃走佢嘅話咧，佢唔會斷連噶。OK，就係咁嘅意思。第二個咧就係下邊呢啲運動嘅數據啊，其實咧佢呢啲數據咧就係供你參考一下嘅啫。呢啲血糖、血氧、呢啲血壓啊，完全就唔使睇嘅，呢啲一啲都唔真實嘅。OK。佢上邊啲步數啊、卡路里啊、運動時長啊呢啲咧，就係供你參考嘅。但係咧佢嘅真實性咧，準確度咧應該係70%到80%咁樣嘅。因為華強北嘅手錶啊，大家要清楚。如果你追求佢嘅功能，追求佢嘅功能性咧，我就建議你冇買華強北嘅手錶。如果你追求佢嘅外觀，睇下時間。追求佢嘅時尚感，攞嚟裝飾一下嘅咧，你就買華強北嘅手錶，100幾200蚊唔算貴。如果你話華強北嘅功能性有幾強嘅咧，其實華強北嘅手錶佢功能真係差啲嘅，比唔上人哋嗰啲幾千蚊嘅手錶，呢個係肯定嘅，因為價錢差咁多，大家應該都了解噶啦。不過咧，你話佢功能雖然冇原裝嘅幾千蚊咁強大，不過咧佢該有嘅功能都係有嘅。比如啦，人哋發咗信息俾你，你手錶呢度可以睇得到。而家我就示範一下，因為而家我哋已經連住咗個手機噶啦，所以我哋而家可以攞另外一部手機去試試。正常嘅話咧，我哋攞另外一部手機。而家我哋已經綁定咗手機噶啦。嗱，我哋發信息咧，喺手錶呢度仍然係可以睇得到嘅。發表情包、文字，有人發信息俾你嘅時候咧，手錶係有震動感嘅。咁咧，你第一時間就可以知道邊個發咗咩內容，邊個發咗咩信息俾你。微信呢度有個微信嘅標誌，叫咩名，發咗咩內容都睇得到嘅。就算係 WhatsApp 都一樣接收得到。打埋電話啦，呢個手機就擺呢度，我哋攞呢個手錶去打呢個手機嘅電話。見到未？咁咧接電話咧接唔接得到咧 ？OK， 一樣都 OK 嘅。我攞呢個手機打返去，喂，聽唔聽得到 ？OK 啦，聲音都係幾大嘅，所以咧佢嘅功能性咧雖然冇原裝嘅咁好，不過咧佢都唔差嘅。基本嘅智能手錶藍牙版基本嘅功能，佢應該都差唔多都係有嘅。仲有 NFC 啊，開智能門鎖啊 ，NFC 呢啲就係基本嘅功能啦。如果你要佢嘅運動啊、心率啊、嗰啲健康啊嗰啲咧，可能就係供你參考下嘅啫。華強北嘅手錶就係咁噶啦。
佢嘅款好睇，功能基本功能一樣有。如果你要呢啲血糖、血壓呢啲，肯定唔準噶。呢啲你去邊度買邊個嘅手錶，除非佢係經過權威嘅驗證嗰啲先準嘅。如果華強北嘅話咧，就算你買600蚊、700蚊、900蚊，佢都唔準嘅。OK，防水咧就係生活嘅防水，大部分嘅，有少部分係做到防水嘅，不過咧嗰啲防水效果咧都係麻麻地嘅啫，真實嗰句。OK，基本就係咁樣啦。今日分享嘅嘢就係咁多啦。如果大家覺得華仔講得有道理嘅話咧，可以點個讚，評論一下，大家討論一下咯。反正有問題嘅話，你都可以直接問華仔嘅，都係 OK 嘅。任何問題都係問華仔。大家覺得有冇道理咁樣講嘅話，雖然你講得直白一啲，但係咧，相信已經解決咗好多人嘅疑問，好多人想買華強北手錶嘅顧慮，真真實實就係咁樣做。今期視頻咧就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想睇咩內容咧，大家可以話俾華仔知，華仔下一期咧會分享啲更加好嘅內容同大家分享下。OK 啦，視頻就到呢度啦，華仔嘅微信咧就在呢度。OK，多謝你哋嘅收睇同支持。如果你鍾意嘅話咧，可以點個讚，訂閱一下華仔。多謝大家，拜拜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天天快樂。